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华航的机师感染事件继续滚加。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宣布，国家2个飞机的机师去换掉，目前计共有9个华航的机师确诊。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会即时派保警甲护理人员去华航的检疫所，嘛无排除要全面接管。另外，陈时中嘛讲，咱上紧伫5月中要先试办，若准入境的人有做过2档预防射，就会当缩短居家检疫的时间。华航机师染疫，阁增加2名货机机师确诊。1102例是本国籍30外岁男性，今年4月7日到7九8接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基本采检是阴性，19到22个接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期间出现家属发烧症状，隔天检疫基本采检才确诊。1105例是本国籍40外岁男性，4月7到7十8接勤飞美国，等下台湾居家检疫结束采检是阴性。25因为飞航机师扩大采检专案，正做采检才确诊，2个个案的感染源目前拢还阁调查。到目前，可能在研判起来都各有在飞国外的这些班机里，就说那个航程里面那时候染疫的可能性相对的高。因为华航6天以来已有9名机师染疫，指挥中心认为有必要加强管理华航机组的检疫场所，为即嘛开始加派保警甲护理人员进驻检疫场所，甚至无排除全面接管。是不是怀疑说会不会在里面有所感染的情况？那我们只是让这更专门的人继续看，不管在路线进出的一个消毒，是不是符合感况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请保警去是看它相关的监视器，对于这走廊有没有这样子跑出来。另外，全球人咧做新冠疫苗，台湾做新冠疫苗也过外岁，但是中第一摆表示要展开试办计划，也就是入境的人若是有做过疫苗，应减少居家检疫的天数到7天。国外的 PCR 是阴性，那进来到第7天 PCR 也必须检验是阴性，那所以要进入国内，我们现在考虑说注射疫苗2剂后1个月。你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这样方案。陈时中表示，这方案要咧研究，试办计划会伫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人数有限，上紧5月中试办。外界关心疫苗是不是限抢牌，指挥中心回应会检验确诊疫苗的效力，目前无限制疫苗抢牌。记者综合报道。华航机师有9个人去换掉啊，甲当也找无感染源。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嘛已经针对1200多个华航机组人员做采检，嘛提供预防射，互想要注射的人会当做。挂虽然保持社交距离，中华航空有67个自动注疫苗技师，分别坐3台大型巴士到保利桃园病院户外采检站注 AZ 新冠疫苗。明天开始，那么会在华航园区设立临时的医疗站。那么由部桃的医生来支援这个临时医疗站的工作，那包括这个采检、抽血跟注射疫苗，3个动作同时要完成，所以预定要做到5月10号。那每天大概会有超过200人。疫情指挥中心也为2日开始针对华航1200外岁货机机组员扩大采检，就惊技术染疫事件佫扩大。到底华航1年级技师伫澳洲确诊之后，伊表示要伫4月10日中昼去台北清真寺。即马传出台湾科技大学有65位学生，迄一天也甲染疫技师参加同一场清真寺的活动。学校除了伫2五全校大消毒，学生也改用线顶上课到30为止，拢暂时免去学校。按过负责疫调的台北市府也无接到中央的通知，甲媒体共款，拢是看新闻才知影。现在为止，这些年轻人或学生在台北市到底有哪些人？那需要我们做哪些疫调？目前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疾管科还没有接到通报。黄珊珊讲，台北市府有请清真寺提供名单，即马摕到差不多100多人，已经联络到70几个。目前华航机师有9人染疫，甲毋过到即马拢无法度确诊感染源。其中第7位染疫技师表示，飞到德国做酒测时阵，当地地勤人员斗3共调整分的所在，无挂手笼，怀疑就安尼去画掉。呼吸道的黏膜，包括比如碰到我们的眼睛、碰到我们的鼻子、碰到我们嘴巴的东西，只要沾到病毒，都会感染我们嘛。
工作人员拿一个吹嘴，上面刚好污染到病毒，给你吹去测试酒精，这些都是会造成感染的。国内专家建议，指挥中心应该针对这常常接触国外旅客高风险族群，比如航空机组员、船员等，定期做血清抗体检验，了解整体感染率，同时赶紧安排做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南部有淡薄仔落雨机会，咱来看温度。今日天气同款是好天，伫过昼了后，西半部山区有西北风，而且雨会较大阵。温度的方面，低温大约是20度左右，日时西半部高温是28度至30度，东半部高温有26度。要提醒乡亲，明仔方面晚间会变天，伫北部温度的下降，各地水汽嘛会增加。伫北部、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拢会落雨。空气品质的部分，这几天空气品质拢袂歹，也毋过今日下晡伫中部外近山区的所在，空气无啥好，会达到感觉式的提醒。另外，要分享一个天文的消息，这是今年头一摆大粒的超级月娘，伫下暗11点22分会出现，乡亲有机会会当抬头看天顶看卖。中国的内蒙古2月出现沙尘暴、风飞鹰鸭、迎飞，城市是强要互炸去。中国的气象台是发布讲沙尘暴的热色警示，嘛提醒讲伫北京、天津、河北空气品质拢无好。加在咱环保署是表示讲，这波沙尘暴对咱地缘无影响。黄沙袂输敢若一座上百公尺悬的大墙，一步一步挖进中国内蒙古的城市。厝拢互伊吞去，日头看，日头也拢看袂到。中国中央气象台26暗发布沙尘暴热色预警，提醒民众门窗爱关好密。图上这一大片区域都会有扬沙或者浮尘出现，尤其呢在新疆和内蒙古中北部等地还会有沙尘暴。中国中央气象台监测26伫中西部甲东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已经到严重污染的顶级，有一寡所在能见度无到500公尺。坎顶黄沙包括甘肃的张掖市、内蒙古的阿拉善盟拢会受影响。甘肃张掖、内蒙古阿拉善盟局地出现了沙尘暴。今天白天，沙尘将会继续影响内蒙古中西部以及西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中国中央气象台讲，这边沙尘暴会和北京、天津甲河北地区出现风飞沙或者是浮尘的情形。严格咱环保署评估讲，这边沙尘暴未对台湾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受华南喷河区甲热对流的影响，南投县的日月潭、鹿谷甲溪头，昨下晡拢落大雨，当地民众是感觉真欢喜，总算落雨啊。另外，因为台中即阵也咧限水，台中市政府是放宽讲，伫这段时间店头会当暂时用免洗碗箸甲碗盘，也毋过有业者是认为讲，免洗是较省水无毋对，也毋过成本正上重。雨雨天顶落落来，南投日月潭从日落下昼1点20分开始，落起未细午后顺雨，雨势一直继续大约3点钟到4点20分才停落来，累积雨量有24毫米。真久无落雨啊，即马落雨，民众拢非常欢喜。今天呢下了一场雨，真的很开心。你看地上都是湿的了，终于有水了。希望可以再下大一点，再给我们多一点雨水。下了这一场雨呢，就是萤火虫啊也开始就是会大量的出来，然后我们民生用水也会稍微舒缓一点。希望再多下一点这样子。日月潭气象站表示，南投其他地区，包括水里、国姓、鹿谷、溪头，也拢有明显的落雨。也毋过拜日开始水气增大，后一波落雨可能要等到拜三。明天水汽逐渐转干，预估下一波在礼拜3锋面接近及通过影响的时候，在南投地区午后也会有比较显著的降水发生。中部水将油源站内目前油源维持强雨停止分区限水措施。也毋过自4月初6开始，台中市政府就放宽非塑胶类免洗餐具的使用，包括公部门、学校、百货公司等，伫限水期间会当使用免洗餐具，减少用水量。也毋过相对也增加卖纸类免洗餐具的费用。不锈钢的餐桶的那套呢，改成用纸餐盒的方式。这样每天大概多出的成本大概10块钱，一个班级大概10块钱。目前纸类的话，我们每个月成本就会再做提高这样子，因为会提高到有上万这样。因为纸浆起价也反映伫纸类免洗餐具，而且业者也未少，规期限水期间无开门营业。
母亲节要到，康乃馨也受欠水影响，全国上大产区彰化产买的康乃馨，唔但比往年细，产量也比往年少2成外。各行各业拢希望水情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也才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北股市昨昏阁创下历史新高，电子股、金融股、传统产业类股指数拢创高，收盘起272点，收跌17572点。另外，昨昏外资扩大买回新台票，中央银行嘛记在市场发展，昨昏新台票以27.959块收盘，创下24档来新高。来关心联合报，行政院昨昏召开信辩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答应讲，行政院即马当地研究要提悬有薪的负责人产检的数量，嘛要扩大补助未生不孕症的治疗，要放宽育婴留职停薪这寡项目，提悬要来想要提悬生育率。根据了解，公费产检的补助拍算会增加到14摆，未生补助无限制中价收1户，也毋过会设排除好业人的条款。来看自由时报，学生囡仔毕业进前无纳清学费，有欠学校钱，真侪大学就会扣押毕业证书。也毋过教育部最近是发函要求大学爱检讨，袂使安尼做，因为根据大法官的解释，甲学术品质、学生的人格品格无伫大的行政正义，亲像是欠钱、无限器材，这拢袂使扣押人的毕业证书。教育部进前嘛，预告讲，伫111学年度拍算要延长大学，要延后大学的考试招生的时程。大学申请要延到6月底，分科测验要延到7月底，考试分发放榜要延到8月底，这是引起各界批评。教育部表示，延后是讲有一寡高中希望高中3年下学期的学习会当较完整、较集中。即马呢，因为各界有意见，所以会听各界的意见做参详。透过教育学习人权。看到考赴教育部甲监察院做伙3个人权教育，希望用教育互人权观念会当深入人心。也毋过因为教育部进前宣布，为了互高3的学生囡仔完整学习，决议延后个人申请入学的时间。原本的时间是6月初公告申请结果，7月初分科测验，8月初7放榜，将可能改作是6月底公告申请结果，7月24甲25分科测验，8月25放榜，规个变化引起讨论。除了考量高中学习的完整性，也会特别去注意到我们有几个不同不管参加甄审必要的考试时间一并来做考量。那在这个学年告个段落前会来完成正式的核定跟公布。教育部讲已经有请教联会询问各大学的意见，参考各方的意见，伫本学年各一段落进前会完成正式的核定。不过，家长团体是批评教育部延后时间真无妥当，会严重侵害学生囡仔的选择权甲学习权。你延到那么久那学生整个暑假就不见了那家长也会跟着焦虑啊。大概6月初学生就毕业了，那要到7月底才考，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学生要往哪边去？大概就是送补习班了。家长团体强调，延后的时间会使大学1年级申请的宿舍也甲课程安排伤过紧迫，对于各大学原来是负担。另外，7月高风台，若是拄到天灾，原来会减少调整的空间，呼吁教育部一定要详细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还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8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10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104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即马伫日本已经超过57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是超过1700万例，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2万例，法国是超过556万例。泰国对2日开始实施新一波的防疫措施，公共设施拢关起来呀，嘛规定民众出门一定要挂喙罨。为了要阻挡疫情传开，即马泰国因为第25过一日新增加11个人死亡，已经创下新高。也毋过总理帕拉育家己无守规矩，伫一场会议内底伊无挂喙罨，所以封开罚单。
万国的公园门口摆也写着2到5月初9暂时关闭，民众只好伫咧公园外口运动。万国是泰国疫情上严重的地区，当局2日实施新的防疫措施，防止第3波疫情，包括健身房、游泳池、按摩店、会议厅、网络咖啡厅、泡泡馆、图书馆等31类公共场所关14天。ไม่ใช่รอให้มันเกิดการ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ขึ้นมาอีกแล้วถึงเพิ่งจะมาหามาตร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ะคะซึ่งมันกระทบผลถึงทุกๆคนและทุกๆธุรกิจนะคะ万国甲其他47个省公布实施出门爱挂水烟，若无违法2万泰铢，换算代票17800。万国最近上新一波感染，经过调查是来自夜店。即便新的防疫规定实施前1礼拜，泰国政府才下令酒吧、夜店爱关起来，也禁止餐厅供应酒精饮料。泰国伫咧4月初确诊累计是29000例，严估这个月也未过线，确诊数已经超过57000例，差不多平倍。政府怎么才提出旅行限制，确诊者隔离，民众对自我防线进度正不满。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ประชาชนธรรมดาเนาะ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ก็ไม่ได้แล้วก็ถ้าเกิดว่ามันเป็นแล้วก็เราก็กลัวไม่มีที่รักษากลัวว่ามันรุนแรงขึ้นเราไม่มีที่รักษา泰国总理帕拉育伫咧 Facebook 讲，政府即马要扩大自有防线的计划，按算一天要住30万人。不过帕拉育伫咧2日一张参加会议的相片，互人发现讲伊无挂水烟。万国市政府决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罚金6000泰铢，换算代表是5300。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世界第2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印度这个国家即马逐天的确诊病例拢创下新高，过一日就有35万人确诊。对4月中开始，逐天的确诊病例拢超过30万例。即马病院无病床、无上诉，一寡生理人趁机会起价，而且阁卖假药啊。大汤sản素供应商的工厂内底，工人无用伫管这的sản素，准备出货予各病院。印度为4月2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都超过30万人，过去2天阁突破35万人。为新德里到孟买、雅美达巴德这各大城市，病院拢是欠病床。虽然铁路公司用部分车厢甲改造病房备用，毋过欠缺呼吸器一定爱用的sản素，互真侪患者甲亲友敢来当伫病院外口苦苦听候。कहाँ से आ रहे हो? यहाँ अहमदाबाद से कांटलोड़िया। किसको लेके आए हैं सर? ये हमारे फ्रेंड है, उनको कोविड का 5 दिन से प्रॉब्लम था, आज थोड़ी इमरजेंसी थी इसके लिए यहाँ पे लेके आए थे। 像这种例，目前伫印度世界看会到，等无病房的患者甲家属，有的就伫车顶听候，有的敢来当转厝。其实若是病房甲sản素严重欠缺，治疗相关的资源嘛拢无够，因为患者增加真侪，检验机构根本都未赴提出结果报告。第四条已经出现症头的患者，因为提无证明，无法度入院治疗。到伫疫情这么紧张的时阵，也是有人发灾难财。路透社引述病患家属的话讲，平常时一桶sản素就要6000卢比，差不多是新台币2240块。目前起超过新台币18000外，超过将近8倍，而且介绍起价幅度更加2位数。治疗用药物瑞德西韦也起甲真离谱，平常时一罐400公克要新台币12000外，目前有民众用93000外才买得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有的民众开大钱买到假药啊，也有患者家属互乌市买主要求讲，爱先付新台币3700块定金，钱回去少付互人封锁，钱当然讨袂转来。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印度疫情真严重，医疗体系已经强要放弃。美国总统拜登今日甲印度的总理通电话，即马美国答应讲要紧急救援。白宫是表示，美国会提供医疗援助，包括上诉、防护装备、预防性的原料、甲药啊这物件。The President spoke today with Prime Minister Modi of India, commit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The President pledged America's steadfast ongoing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India who have been impacted by the recent surge in the COVID-19 cases. 美国总统拜登答应讲要援助印度，目前已经提供印度200台呼吸器，嘛会送上诉过去，各有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另外，白宫嘛宣布讲，伊要分享6000万吨 AZ 的预防车，予一寡有需要的国家。
镜头来洛西亚，俄罗斯政府即马是要求讲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团体抗议活动爱动点，即马爱承担法院裁判，看因监视极端主义的团体。这项命令等于是禁止反对派伫媒体发言，嘛袂使阁继续举办抗议活动。二月这个俄罗斯几60个城市有真侪人上街头声援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甚至获警方逮捕。不过纳瓦尼拄则停止执行抗议，俄罗斯当局就开始反制行动。俄罗斯联邦当局立即下令终止纳瓦尼办公室的所有活动。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СМИ, значит,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банковскими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ыборах,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референдумах,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ть публич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дела есть уже решение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меры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защиты, то есть до вынесения решения суда, именн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штабов Навального. 莫斯科检察官办公室下令，若是纳瓦尼的组织无停止活动，就会以密谋破坏俄罗斯的政治局势理由处理，甚至逮捕。检察官也阁请求法院将反贪腐基金会标记做极端主义。莫斯科法院立即办一场听证会，还纳瓦尼的名友$4000，换算代票11万，罪名是纪录片违反抗议法规。 У них была задача задержать меня, чтобы я не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акции протеста. Вот они придумали, сделали пустой рапорт и написали, что популярная Соболь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популярной радиопередаче. Все. Ну вот.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и обосновали мое незаконное задержание на срок там, больше 10 часов, 21 апреля. 纳瓦尼案件可能将这俄罗斯甲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另外一个冲突点。除了乌克兰甲波罗的海问题，也有意大利的间谍案，拢和俄罗斯甲西方国家对立。而当俄罗斯驻罗马尼亚武官也被下令驱离，和外交冲突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今日国际上也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iPhone 制造商美国科技业的大厂苹果公司宣布讲，未来5档要伫美国投资$4300亿，大约是新台币11兆，打算会予美国加2万外的就业机会。来关心日本宣布2档后，要甲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这是引起韩国的不满。350只韩国渔船集合做伙伫海面上示威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撤销这个决定。 来关心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即马愈打愈硬。有一份欧盟内部的报告是指出讲，欧盟认为中国的商业甲政治无法度分开，无法度经济还经济，政治还政治。报告内底嘛呼吁讲，爱密切关心台海局势。中国军机昨昏又搁飞来咱台湾扰乱，而且军机即届是飞真低，敢若30公尺。另外，中国上新型的海南会当运战车。 咱国防部是回应讲，目前咱台湾的武器也有法度应付中国。攻击会当讲达工交代，也毋过离来行为特别引起关注。攻击一透早进入咱国西南空域，关岛只有30公尺下落新低纪录。外界研判，共军可能派出无人机测试。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并不了解这个资料的来自哪边来，没有评论。那重点在于就是说，我想我们唯一能够表达的就是对于这西南空域相关海空之动态，我们是会加强这方面的掌握。中军继续壮大军力，23机型新型两栖突击舰海南蓝、飞弹驱逐舰大连号、09苏 A 型战略实战舰，东征18号的成军典礼，海南蓝和外界解套时光第2期，排水量大约4万吨。未来将属于南部战区兵士负责，南海巡捕会当载30架直升机，也会当一摆载2000兵力，对东沙岛、太平岛形成威胁。抢夺台湾几个主要的港口，比如说台北港或台中港，或高雄、台南等等的。他这样抢夺港口的用意是要做行政下卸，也就是让后续的车辆渡轮还有货船可以快速靠岸。毕竟一个港口1个小时的下卸量可能是4000吨。中国未来将有4架075型两栖攻击舰。另外，中国航母辽宁号顶日伫海南岛外海原地停留过1天，传出各种消息。不过，最新的消息指出，卫星相片显示辽宁号由飞弹护卫舰护航航向巴蜀海峡。面对中国部署，国防部强调，现有武器会当阻止共军进犯。你认为现在的武器
还能够达到东沙跟太平的有效核值吗？可以，你确定哦？是。为了反制，中共将海南岛进驻南海海巡署提出，包括立立国防军防的兵阵规划，甲国防部国安局建立情报交流机制，适当射击训练，定期办理异地训练等5大强化防务作为。海巡署除了参与这届北港7枚的电脑兵推，也会派军舰参加海军实兵演习。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国安法通过了后，即马风声讲，伫台湾支持香港人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网站，即马去互香港封锁，甚至有香港媒体是写讲，因为教会收黑钱收留香港的罪犯违法再生。教会是回讲，这拢是中国对内宣传的一种手段，目的是要限制网络的自由。香港国安法通过了后，警方开始真正进行防网行动。而且记录反送中资讯网站香港偏连署封锁了后，有香港网友发现关心香港人权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也封锁。民进党甲国军的网站嘛连袂起哩。香港的亲中文汇报阁用标题写涉犯国安法，香港台独教会网站讲做长老教会涉嫌收黑钱，收留香港逃犯。依照国安法，保安局长有权移除危害国安的网站。因和香港的人无法度连到伫台湾，当然是增加真侪无方便啦。但是嘛，毋是干那用这个管道会当联络咱，其实会当有真侪无共款的管道嘛。嘿，比如讲电话至少拢会通。我是感觉讲这是对中国来讲是大内宣的作用比较大啦。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黄春生证实，确实香港网友都爱勉强才会当连起咧教会网站，不过伊袂烦恼，也展示出家己手机内底其他通讯软体，香港人也有其他管道会当询问。若是教会方点名牵涉到国安法，黄春生认为中国已经将香港内地化，剥夺网络自由，甚至上网络发文章都有危险。不过因支持民主，也甲帮助香港人的信念，袂因为安尼停落来。香港一国两制已经遭受摧残，都惊香港变作中国对台统战的基地。刘委会当地研究申请港澳居民来台居留登记制度，未来会加一个登记居留管控停时，未阁有短满1年就当得到登记资格情形。将来港澳人士至少爱伫台湾住2年至5年，才会当领到身份证。其他的移民方法，亲像投资移民，也是摕专业资格这管道，原来会当制做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洪泰书记已经离开台湾，也毋过伫咱东部的沿海，阁有2-3公尺悬的大影，甚至伫花莲的石腿坪，阁会当看到5-6瓦悬的海影。有民众是徛我去看，险险互大影食去。这是日时伫花莲凤鸣乡石腿坪风景区的惊险画面。迄个时阵风影真强，毋过也是有一阵游客去岸边看海影。这时阵第一波海影来，会平息的人根本袂赴走，无甲7秒钟。第二波大影过来，将较悬的10个人扛倒在地。第一时间，民众受到波及的时候，有119的救护单位来做协请。那同时，朱卫警那边也有与我们海巡这边共同去做协处。当下的民众是轻微的皮肉擦伤，那是自行走出步道到路边上救护车。好在无人被赶入海中，岸巡队将步道栅栏关起来，毋过好亲像无法度阻止民众继续看海影，各个会去生水。有，他说不能过去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走过去。在这边看感觉怎么样？就很漂亮，然后被水泼一身，还蛮好玩的。在地阿美族人表示，这种风景连在地人都唔敢靠近。每一摆看到这无爱命行为，拢为因真紧张。岸巡队是呼吁，苏里基洪泰虽然已经离开，毋过受外围环流影响，烟花依然有2-3公尺长影，千万唔通靠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柳公圳边啊，有一户姓赖的客家，70几年前是受政府的委托，伫遮看守柳公圳，因世代拢住伫遮。也毋过，先摕到土地所有权的建商是向法院申请拆除兄弟。法院本地20分要派人去确认拆除的范围，也毋过两边的律师意见无同，所以确认拆除范围这个工作嘛无进行。台北地方法院26日天来到新店柳公圳边，原底要离砍大批丁的厝体，确认拆除的范围。不过因为现场人伤济，厝主无查锁匙等等原因，所以是无法度进行。那到底是要不要找首相来看，还是怎么样？还是下次再一起来？
我看今天这个状况，大概可能不让进去啊。民法规定，占有人若是以和平、公然、少年耍的方式占有土地20档以上，会使请求登记加做地上权人。不过，现场双方的律师对赖碧珍是毋是有优先告别权，也是会使以时效取得地上权，见解完全无相同。如果你的面积是在165平方公尺以上，那么你就应该要采取公开标售的方式。可是农田水利委他却为了图利某特定人士，把这个土地切分为2，把它处于在165平方公尺以下。刘公郡土地不在一般的土地所谓优先购买权的范围之内，它是被排除。而这70年来，他一直都是用和平、公然、持续占有的方式来去使用这块土地，并且坐落在这个房子内。那我们之前也一再的跟法院呼吁说，这个案子它应该构成了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要件。他是主张他是使用借贷，说这块土地他们当时刘公郡同意他使用这块土地，但是问题就是说公务机关没有来跟你要地，不代表他同意你使用吧？你不能占到最后变成是你的地吧？不对。这权人的律师表示，这无人这方面虽望主张有适当居住权，不过袂使以这无人的居住权来排除这权人的土地所有权。针对这点，这无人的律师讲会申请大法官解说，希望大法官讲清楚，法律对居住权的保障是袂比所有权较低。因嘛当咧收集证据，希望检调单位爱来调查农田水利会伫卖地和建商过程当中，敢有不法的情形。记者郭碧君、淡薄罗台北报道。新竹县竹东国中有一门课是专工安排学生囡仔去山区的人造森林稽查体验做木工。学生囡仔伫学习的过程会当了解保护树仔的重要性，嘛利用在地木材，家己设计出艺术品。然后前面有同学要帮忙看一下锯子是不是很水平，或者是有扭曲的。也不用太用力。听老师讲解了，实际摕锯仔锯树仔，其实无遮简单。过来就是入去树林内面，熟悉各种实物。一寡自竹东国中来的学生，透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保育森林的重要。我会想要更珍惜这些就是木头嘛，因为但是自己有亲身去体验过木工的辛苦，还有大自然的不容易。觉得我们要爱护啊，就是更环保一点，不要让树一直被砍伐之类的，破坏整个自然的环境。所来学生利用家己伫咧山顶捡的茶，甲老师同下做伙讨论设计作品，用实际操作的过程。学生对收集材料到完成作品，拢总家己动手做。直接带着孩子去山上走一趟，就是原来以前，在我们好几前辈的时候，那些在山上工作的实际的状况会是什么样？我们就是把地区有的东西，然后比较实际的给他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地方有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华丽，它就是很朴实，它就是长在这边。竹东伫咧过去林业发展了真好，经过这边的实地参与，学生会让更加了解家己家乡的人文历史，也更加了解家己甲土地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台湾是高龄化、高少囝化，伫中央中原的这一层，爱顾囝嘛爱顾老的。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讲，咱会当学一本定出长期照顾假，互劳工会当请180天的长期照顾假，长期照顾是大人，若前1个月、前30天会当领6成的薪水。劳动部即马表示讲，目前是欠缺这补贴薪水的财务来源，而且嘛爱考虑讲头家人伫这段时间人力不够的问题。我要加班，也要工作，也要工作。如果让我们有时间处理，我们就不用被迫从职场离职，变成回家照顾的人。台湾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当年有13万劳工面临家庭长辈的照顾困境，不得已离开职场。尤其女性劳工离职关过男性劳工，劳团争取长照假4年，一直等未到草案立法。伫5月劳动节进前，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甲妇女身体结合14个工会团体伫立法院外口发声，爱蔡总统唔能够跳票结束延期长照假。全国的230万的劳工当中，大概有1/5目前都已经面临了照顾的这个难题，每一年大概有13.3万人离职。目前的扶老比是大概
不到5个年轻人要养一个老人。25年后，我们大概有1.7个年轻人要去养一个老人。日本护老岗有93天的过劳假，会当分3摆申请，获67个薪水。民团建议学日本长照假立法，护老岗会当申请180天的长照假，前30天获60成的薪水，其他150天稳准半天还是1天的单性请假。根据劳动部调查，劳工的长照假需求主要以处理临时突发状况较侪。若无薪水补贴，也会影响劳工请假意愿。资方方面，虽然有29%往3成认同长照假，也毋过主要烦恼仍然无法度负担长期的长照假。日本过劳假经费来自社会保险，劳动部表示，咱国长照假入法有完欠财务来源，相关基金支用，涉及为服部跨部会业务，会搁做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劳工拄到这款问题，若无要请假，就要请看护。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咱自去年底就已经禁止印尼移工来台湾，所以即阵咱台湾嘛出现一寡欠工的问题。有中人就趁机会起价，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移工的薪水本地就价格无合理，起价只是登去到市场的机制尔。现在因为国境被冻结的关系呢，所以说其实有很多雇主，像红社这边，他其实都已经是不后等待，已经往生或者是住到安养院去了。几面资料拢是雇主等咧找印尼移工。我正在摆在米德里面1年了，我要马上去台湾。透过视讯提出签证，表达想要来台湾的心声。除了因为疫情禁止入境，前一阵仔印尼甲台湾政府嘛针对印尼零付费政策，干那到7月底来做协商。上新的进展是关底16项所费爱雇主出钱，即马已经减到6项，亲像来台湾的机票、来台进前带旅社的开销等等，都需要确认。掠准这6项费用，确认是雇主爱负担，雇主要请看护，头摆就要加付2万多块。其实目前我们接收到雇主几乎没有雇主在反映这一块，因为以现在这种缺工的状况，其实大家看重的还是有没有人。加付的2万块，嘛是无影响雇主的意愿。看申请数量，就知影台湾社会对原职看护有偌尔依赖。根据劳动部今年2月统计，原职看护工伫台湾人数有24万7千人，一个月底薪10.7块，若加2000多块的加班费，大约是2万的薪水。若是基护单位的基护员，卫福部统计，去年是我4万人，若申请条件较严格，一天8点钟的工钱，大约爱3200，请满一个月就要9万块。无怪大家小姐要请原职看护，嘛才出现疫情期间坐地化价情形。我们一直讲，没有好的劳工，没有好的照顾品质，没有好的劳动条件，就不会有好的照顾品质，那就没有照顾正义可言。纵使没有透过劳动基准法的要求。单这个市场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会让这个薪资起来。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我们台湾民众要慢慢要习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样的服务基本上本来就不应该那么的价格那么低廉了。学者指出，英国雇主认为，原职看护是小个段位的心态需要来改变。新冠肺炎的疫情就那亲像一面镜，照出来是长期以来移工薪水无合理的情形。记者电话文曾派文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西班牙有真侪学校过去一冬拢是伫线顶上课，爱保持社交距离。也毋过当地嘛有一间小学决定互学生囡仔去户外上课，因此甲教室刷去海刷补，而且是请当地人甲囡仔做伙分享受疫情影响因安怎过日子。一边唱调，一边讲头前的铁琴加长琴。西班牙莫尔西亚自治区一间小学，为了要互学生居家防疫的心情较放松，带学校内面3岁到12岁学生去当地海沙坡上一天户外教学。
Prefiero estar en la playa porque aquí me siento más relajado y me siento más a gusto. Porque en vez de estar en clases, dando clases ahí, pues mejor estar aquí para hacer clases al aire limpio. 伫咧过去一年，西班牙为着防疫，学校拢是远距教学。疫情较稳定了，伫咧学校上课又原来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要互学生感受上课的趣味，决定伫咧海山堡上一堂课，甲学校的桌啊、椅啊，加简单的家具搬来，互8班的学生伫无共区域体验。It's safe. Children are having a great fun. They are like unbelievable learning because what they learn here they don't forget. It's something. It's unbelievable. 除了按照教学进度上课，学校也甲当地居民沟通，互居民装扮成这罗马时代士兵，甲囡仔互动，渔民也教学生安怎救生。Gente del pueblo, pescadores, enseñaron a los alumnos cómo se pesca, cómo se vive, cuál es la economía que tanto se está sufriendo y cómo ellos mismos han sido capaces de darnos de comer en etapa de pandemia. Es importantísimo que ellos sepan, los niños, que no está el pescado en el supermercado, el pescado está en el mar, hay que sacarlo. 学校讲，这种上课的方式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真希望会当搁再去海边啊上课。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现代印刷拢用列印机，少年人已经真罕的看过 N2白板印刷。最近伫澳洲南部一个小镇彼得堡，就有热心的人士，甲澳洲100年印刷业在老机器拢搬出来，搁请印刷师傅来讲印刷故，互大家听。印刷机的滚筒一直转，7年来到镇上的玛丽齐莫曼将抗白纸一张一张细致放入平台。另外一边，印刷技师福斯特伫房仔顶抹油墨，印出来就是一张简单的乌白海报。这毋是电影顶面，是真实户外老印刷厂。伫澳洲南部南澳大利亚省彼得堡的小镇，因为矿产丰富，人真多，人口上济时阵有5000人，甚至阁有镇上家己的报纸。啊，毋过慢慢矿场无人做，人口也挂期，不止铁路运输无路用，连印刷厂也正做静静展示的博物馆，为何历史恢复伊的面貌？玛丽齐莫曼除了世界收集应用的印刷机，也阁找到印刷技师来斗3工。I haven't worked on any of these sort of presses before, and they come to us on a pallet in pieces. All printing machines basically the same. It's just the knobs and levers are in different colours in different places, but they all work the same. So once you figure out how they're going to work, you can put them together easy enough. 对当地居民来讲，历史不只是将冷冰冰的机器展示出来，是要用伫大家面头前震动起来。People come in, and especially young ones, have got no idea how printing was done. We had somebody came in one day, and he said he had been to the big Melbourne show, and saw all the machines over there. But he came in here, and he just said, "This is real." 即马网络社群真流行，就算有电脑白板、全彩印刷的报纸，拢真歹生存。何况是人工N2白板的100年印刷术。啊，毋过热心的当地人指出，只要有心，原本无人气的博物馆，也伫吵吵闹闹印刷机声音当中，将做活历史展现伫大家面头前。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辑。来看已经过身的英国二战老兵摩尔阿公，在生进前为着要替医疗募款，是法官讲要家己伫家己的门口埕行100年。这个行为，这个举动是使人感动。即摆伫英国，阁有一个要活90岁的阿公，叫做威尔考克。伊即摆是决定讲要穿出兵鞋，替无饭通食、要不倒的囡仔来募款。伊的目标是伫90岁之前，要伫因兜的停车场完成出兵逝90年。伫英国89岁阿公威尔考克穿溜冰鞋向前路，为记号儿童募款。去年英国因为疫情封城，伊看到99岁已经过身的二战老兵摩尔，伫家己厝内花园逝100年，替医护人员募款，真受感动。以后这种想法，所以决定穿溜冰鞋来募款。I tried them on, and I realised I was 90 and not 19. I was flat on my back in no time at all. But along comes Sir Tom with his trolley.
doing his laps in the courtyard. So I crept out a couple of days at the back here where nobody could see me and tried it on, and it seemed to work. 这是威尔考克阿公伫咱70年了，国情溜冰会。顶一遍是1951年，伊当阵伊也搁伫咧空军服役。伊希望伊会当伫咧明年1月90岁生日进前，请溜冰会伫咧家己厝内停车场坐90年，希望大家替伊加油鼓励。What's sort of keeping me going is the lovely comments I get from people in Yemen. One was a comment from a lady who said, "You make me smile on a very dark day." And I thought, well, if I don't do anything else, that's enough reward for what I've been doing. 威尔考克本来是希望让募到500英镑，不过这么才坐20年，就已经募到3万英镑，换算代表是117万。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35当前的昨昏4月26日，是乌克兰的车路边核电厂发生反应炉爆炸，造成血淋外泄的灾害。当地民众伫昨昏有举办追思会，即马乌克兰政府嘛打算要向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把这个所在申请做世界遗产，让大家会当会记哩这个历史的假事。献玫瑰花点到蜡烛，春诺比核灾35周年，当地举办追思活动，纪念伫核灾当中死亡的救灾人员。半暝1点24分，响起警声，象征核电厂发生爆炸迄一刻。Мои друзья, муж, все близкие люди, которых уже нет. 春诺比核灾是史上上严重的辐射污染意外，因为经费操作不当，和反应炉爆炸，灾变了后的大规模撤离，和核电厂周围30公里，成做无人住的禁区，甚至附近的国家也和核污染影响。Чтоб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не было таких ошибок, чтобы эта память осталась нашим детям, внукам, чтобы они. 原本繁荣的皮里皮亚特小镇，一年把成做一座鬼城，一直到2012年开始，成做黑暗旅游的新兴胜地。一年捡5万间厝，来自地方的春诺比遗址。2019年伫影集核爆加远的带动之下，旅客数增加2倍。The importance of Chernobyl zone is far away, comes out from Ukrainian borders. First of all, because it's not only about memorization, but it's also about history, about rights of people. 目前，乌克兰文化部打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登记做世界遗产，希望透过地位的升级，让当地观光旅游更加发展。重要是让大家会记哩这场核灾反思核电的安全甲发展。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大家先今日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是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